在地人在地情来看森林岛南的乌壳绿地啊笋，因为气候的影响，今年的产量是减3成到5成。不过5日节的前后雨水有够，所以真好食。6月23这个礼拜日，岛南镇公所要来举办第1届的竹笋仔节，要邀请大家来食免钱的笋仔料理。 热天时啊，食竹笋当着时，其中岛南镇是台湾乌栗的产区之一。为了要行销在地乌壳栗啊，岛南镇公所伫6月23要办头一摆竹笋节，来举办那个竹笋节。这个岛南镇的竹笋哦，就是迄个乌壳栗主要的大宗。 今年因为气候的影响，产量减差不多3成至5成。虽然讲产量较少，不过因为5日节前后雨水较高，嘛好竹笋的口感甲水分拢真有够。但是即摆雨水如果落了伤济哦，咱产区有另外有积水哦，即摆产量又搁减真济安尼吼。今年算讲雨水济，产量少。礼拜竹笋节迄日天，除了有各种竹笋主题游戏以外，还有传超过1000份的免费料理，互大家食免惊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